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我嘅 channel。今日繼續係我哋嘅實戰演練系列。由於今日呢場對戰比較快完結，所以條片都比較短，但係我覺得參考價值偏高，所以都擺咗上嚟俾大家睇。首先第一隻係我喺 Day 7嗰度有介紹過嘅惡魔紅蓮，佢所選用嘅配置係960 Boy。第二隻係我喺 Day 4有介紹過嘅左龍，佢所選用嘅配置係455 E 底。第三隻係我 Day 5有介紹過嘅石頭，佢嘅配置係360 R 底。呢度玩石頭，我認為有兩個需要提醒嘅地方。首先係玩石頭一定係要玩綠色版，因為綠色版係已經經過咗改版，佢嘅重量會較原色，即係橙色版更加重。其次就係360嘅3個突出位係唔可以同3粒螺絲對齊位，只要擰去另外一面，隻陀螺就可以更加平衡，可以接更加多嘅軌，使你嘅攻擊力更加上升。嚟到第一場嘅對戰，我哋第一場係由時鐘75 UN 對上煉獄赤炎960 Boy。呢度落到盤，見到我對佢進行咗一次嘅截擊，順利咁擊爆咗對面隻時鐘，而家比分係2-0。嚟到第二場係由棍960 FB 對上左龍45 E 底，咁呢一場都係一個持久嘅對戰，會睇下對面隻棍會唔會係磨得比較圓，唔會俾我哋去吸收得到。咁呢度落到盤，見到我嘅位置偏差，對面隻棍對我進行咗一個撞擊，咁我隻左龍暴走咗一次。呢度都見到我隻左龍不停咁去暴走，調整得唔係咁好。咁呢度都見到我有撞擊翻對面隻棍一下啦，但係對於佢嘅持久力消耗嚟講唔係消耗得太多。咁呢度都睇得出對面隻棍嘅持久力就係維持緊係一個好高嘅水平，而我哋對於佢嘅吸收都唔係吸得太好，可以睇得出對面隻棍應該係磨得非常之圓嘅。咁講一講左龍面對呢啲偏圓嘅陀螺嘅打法，就係最緊要係維持喺1萬左右嘅轉速。因為對住呢啲偏圓嘅陀螺，左龍唔係太吸收得到。咁呢度都見到對面隻棍嘅轉速同我哋相差得有啲遠。咁最終我哋呢度就係輸咗呢一分，比數係1-2。嚟到第三局嘅對戰係由暴擊 W670F 對住石頭360 R。呢度落到盤，見到對面隻暴擊對我進行好多次嘅撞擊，但係我哋憑藉住獨特嘅上蓋抵擋住佢唔同嘅攻擊，最終我哋擊飛到去3分區，最後由我哋取得勝利，比分係5-1。今場需要回顧嘅點，我認為得一個，咁就係喺第二鋪對棍嗰陣時，我哋嘅轉速唔夠高，咁就冇辦法喺持久上面同佢抗衡，最終就導致我哋輸咗嗰1分。咁今條片嚟到呢度，中意呢條片嘅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， 有啲咩問題都歡迎喺下面留低，我會盡量解答你哋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bye。